原本是一阵空工，无聊咧变高人的出头，想袂到无意中煞变做神明赐予一位孝子的奇迹，互人要笑嘛毋是，要哭嘛毋是。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老山高丽足五鸟，吴念真原作，罗江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上啊林依婷演出，水啊张国伟演出，大头啊邱家元演出，阿溪啊林玉石演出，头家娘林培英演出，船长桂仲坤演出，阿溪啊的老母黄秀金演出。头家娘，新郎鱼2包。好，新郎鱼2包。我要一块沙文，香红的哦。哦，洗遮好哦。阮某买来的啦，我蓝蒙的哦，着洗甲毋捌人啊。对啦，某爱洗较好诶，暗时啊揽起来，加偌香诶，嘿嘿。卖粉、卖酒、卖冰、卖点心，含4碗点仔，开伫庄头的路口。是阮遮的矿工，逐工出入探空，一定爱经过的所在，所以早起甲黄昏分别闹热一摆。早起因惯势伫点仔头前稍等，一面听某美人讲真一枚 NHK 海外放送的新闻内容，一面点入空的鸡丝甲棒子。黄昏搁在斗阵的时，因是惯势哪食物件哪开讲，伸手互风，甲规工浸伫水里的塑胶鞋，抑搁有骹盘吹互干。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是全身哦。矿工的骹盘哪像足够生鸡仔肉，也是积前厚厚的丝肉，所以人一阵仔。总是都有人会甲点仔的头家借剃头刀，甲拄好互水浸软去的鸡仔肉甲丝肉卸掉。上啊，咱这阵哦，你上落痛啦。人讲入坑乌涂炭，性命剩一半，无较落痛咧。规工烦恼是要哪过日？做这种代志，哪像会收尾？
便有人开始动刀，了后总是一个线一个继续写，写到一世界拢是厚厚的骹皮为止。阿水啊，你无听人讲，做咱这道的，无拼死全家，要拼死一个。人生海海啊，莫想遐济啦。安尼讲嘛是有影啦。唉，是讲吼，咱庄连面要搁减一个人啊呢。谁啊？阿溪啊，因母啊，因母啊，毋是去伫病院歹啊哟。啊煞毋知伫病床顶倒2-3工，拢毋知影人。病院讲无效啊，昨已经对病院请转来，正停伫公厅边啊，咧等转开。阿溪啊，因母啊，几岁啊？今年拄好69。69哦，有影歹。凡世事话讲了有够久，有人发现涂骹的骹皮拢打去啊，遐已经变做浅咖啡色，佮小可汤光的骹皮，有够像切片的高丽酥嘛，连端起来都成。嘛毋知是谁生起过，有人竟然去点啊摕半截底香的红色塑胶落啊，甲迄堆骹皮一片一片滴入去落啊内面，佮认真伫面顶写字。正老山高丽足5两。上啊会晓用即个足，真正有学问呢。安怎讲啊？煞毋知足，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骹啊。有啊，因兜走咖啡烧，有啊，因兜走咖啡烧，大家紧来斗脚手。紧来！笑声犹未停，庄林的风扇头青光响起来。空工听船长讲线，划一个线了了，无人插遐的骹皮。后来嘛，无人会记起这件无聊的代志。几个月后，有一天的黄昏时，伫点仔头前，阿溪啊招大家做伙去因兜闹热。神明真正有灵性，阮阿娘原本互病院判死刑，想袂到逃过一劫，下过69岁这关，即马颠倒比进前搁较勇行。后日阮阿娘要做70岁的生日，大家才带来互阮请下。容易。多谢。人讲棺柴底死无地漏，真是有道理。你看，偌济生做勇行的少年矿工，伫灾难发生的时，可能1万年啊，就往生去啊。阮阿娘伫大厅边倒遐济工，竟然阁有才调起死回生呢！所以讲啊，神明嘛是爱信啊，千万毋通铁起啊！对，真正爱信。经过几落冬了后，足侪人拢要记起阿溪仔咧讲即句话时，迄种认真虔诚的表情。阿溪仔讲，因阿娘对病院请转来过长工，伊去随风电信局拍电报通知南部的亲情，甲因讲爱有转来送的心理准备。我转来的路人啊，常常想着阮新妇啊，阁无偌久就要生啊。我家己呢，伫要做阿公啊，阮阿娘着做祖啊，若即马着走，毋是足含混呢？对了，安尼含混了。尾啊咧，尾啊，我着双手合十，跪落来甲天公伯啊祈求讲，我愿意让一冬的寿命互阮阿娘，互伊上无会使看到厝里头一个囡仔孙以后才走。结局，我才呾行入来庄里，照月娘的光，看到路边有一个红红的物仔，捡起来看，不得了，
竟然是一包正宗老山高丽参，甲足足5两重。这分明就是神明要赐予阮阿娘的。结果咧，结果我转去到厝里，赶紧糜一把，用慢慢火炖一碗。迄时，阮阿娘已经无法度吞物件，我先家己含伫喙里，才可分入去阮阿娘的喙内甲吃。隔顿工，阿克啊用同款的方法做2摆饲阿娘啉药啊。无人要信，真正无人要信。过顿工透早，阮大家拢还咧困，阿娘竟然家己行来阮的面床前，揪阮某的骹，讲：几点啊？还毋起来煮糜？看阿克啊目屎干咧，大家拢点点无讲话。过一时啊，总算有人足谦卑出声讲：阿克啊，加传一道素菜，这道就算阮遮的兄弟啊，甲恁阿娘添福寿的。好，真多谢，足感恩的。了后，哪像着正做一个例，便若有人的老母做70回生日，这个人拢会出钱办一顿素菜，甲老大人添福寿。这个道因拢惯死甲叫做骹皮道。大家拢知影这个典故的由来，除了阿克啊以外。讲出心内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作者郑培文，图念黄玉安。吴念真封号做全台湾上高讲故事的学之上，伊讲的其实拢是迄代人的生活经验，参人情世事，用字真简单，又毋过有画面、有声音，佮特别有一款足感性的力量。加上伊毋若写小说、散文甲歌词，嘛编导监制影视作品，甚至佮亲身演出，透过媒体宣传，感动真侪人。即马又佮要伫乱乱专门溪台语广播局播出，毋嘛咱听众朋友会当把握机会来听专门溪电台第1名的团队安怎扮演学之上的故事。我之前就捌读过老山高丽足5两，印象足深。因为来台南读大学的时阵，阿母拢去巷仔口的汉药店买新马片，叫我就爱常常含伫喙内补元气。伫台南有一寡开业较久的汉药店，含中医诊所的壁顶，嘛会挂一面镜，写正老山高丽参，听讲是1940年代流行的真心广告。强调心仔拢是正港老山的，恁大家会当放心啊买。不过伫我记忆内底，迄包有阿母爱心的心仔片，煞变做吴念真囡仔时代拓空师傅高高硬硬骹皮，确实是正老山高丽足5两。而且明明是咧讲酸笑的这包骹皮，竟然互要断开的老人病煞好起来。笑开故事，互咱了解到矿工的生活环境甲习惯，知影骹皮道的由来，嘛看到迄个医药农务生死有命的年代，一个奇迹的发生。
头家归乡，吴念真原作，罗江师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老头家张志宏演出，阿公郭仲坤演出，名李生的郑定营演出，川明、王家仁、张国伟、林培英演出。有关老头家的故事，敢若自从有记忆以后，拄着就会听到大人讲起。虽望无清楚伊到底是虾米人，毋过会记得大人便若讲到伊的时阵，面容总是充满敬重。大人讲，老头家是家己人，美男子，有才情，去日本留学。讲伊带着当时大家公认家己的第一美人，讲带某迄天有真粗的查甫人伫路边用土牵新娘的脚，结局有一个捌名里的孙呢，看到高甲转转头的脚，就断讲：新郎结婚以后一定会赚大钱，因为新娘家产土拢砸来啊！这个孙呢讲的有影真准。因为老头家对家己来交婚啊，用进山公司的名义承租采矿权，过无偌久就挖到金仔矿。阮阿公是安尼讲，赚到的钱三代食袂了。那安尼，老头家即阵人伫倒位？嘘，袂用你讲。阿公便讲起老头家，就袂输咧讲一个心目中的英雄。一个古早时代剑客，浪漫搁四海。伊讲有一当的尾日，老头家要奖励矿工，迄时阵是旧台票，无值钱，票价大概会惊人。老头家用卡车车几啊百布袋的纸票转来，伫事务所内面甲全部的钱拢倒出来，大张细张蓝做一伙，蹲甲像一粒山。工人收工了后，伫事务所排几排。老头家若像啉淡薄仔酒，面红红，笑眯眯，手里摕一个本机，叫大家甲衫脱起来。新纸票，无论工人的阶级是师傅，也是上地站的车头工，干那问讲：厝里几个囡仔？说落去，一个囡仔2本机。3个囡仔4本机，无囡仔1本机。1本机到底是偌济钱？迄着个人靠运气咯。全台湾的历史上，即款头家你找无第二个啊！1959年的秋天，庄内雄雄起一阵影，老头家总算要回来啊！亲像准备要迎接一场盛大的祭典同款，全庄开始铺路，整理环境，大摒扫，扫落去所有的电话条啊、甲墙啊壁，一世界拢搭红纸，声欢迎老板回来故乡。当时读小学2年的我才了解，凡世大人口中常在讲的老头家，其实应该是老头家才对。老头家回来迄天，全庄停工停课，家家户户拢穿长长的德国袍，扫入去，所有人透早就伫门口，半山腰12号公路拓来庄头的双节路口上。迄早起，阿公才甲我讲，
老板把事件过了后，就互抓入去关啊，财产全部充公。老头家伫家业内真得银望，听讲便若有人伫要互枪杀，伊拢会替因买一领新达达的白雪珠，互因换起来穿。台湾人要走，嘛着爱走了清气，走了有体面。阿公讲，事务所的员工这10几人来无人离开，因为头家无伫咧，所以因的薪水拢毋是用领的，是用另外一个名词代替，叫做救济。这叫做正义，这种正义，敢若台湾人才会了解。装订的炮啊，对老头家的车伫半山腰出现的时阵响起，一关接一关，到伊落车，甲足侪人握手相揽，一直到互全庄的查甫人满入去设伫学校运动场的欢迎会场的时，炮啊声一直拢无停。老头家为大家带来细项礼物，一个特别设计的纸盒啊，内面有一包剑树糖、一打鉛笔、一支50公分的塑胶尺，也有一本手机簿啊。大伙拢用囡仔做单位，一个囡仔分一地。迄天中昼，伫全庄的餐会进前，老头家讲一段足长的话。我坐伫墙仔顶，远远听伊讲。我知影大家生活拢无介好过，不过无论安怎，搁较艰苦，嘛着爱互囡仔读册。有读册才有知识，有知识才有力量。我会记即只的话。就亲像阿公一世人会记即老头家甲杰克同款的四海甲浪漫。老头家的名叫做老明，也是老团明，美男子嘉义人。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介意聚会，老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专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后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也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
好，今仔日同款真欢喜，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咱的台语教室。好，介绍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正佑。大家好，我是正佑。好，过来这位是日本来的同学哈，同款台文所的阿基，阿基你好。大家好，我是阿基。上来去第3位是咱建筑系刘奎文。大家好，我是奎文。好，欢迎3位同学来参加咱的台语教室的单元。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咱台文家事物计划发起人，嘛是打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希美老师。大家平安，我希美。好，感谢希美老师伫咧现场来甲咱指导哈。另外2位台语老师甲咱提供翻译的参考，一位是咱台湾歌词协会前理事长萧凌春老师，佮一位是咱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好，上来去，咱就来进行今仔日第一个题目。把正好被水泡软了的鸡眼和角质给削掉。把正好被水泡软了的鸡眼和角质给削掉。好，这句华语词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硬角鸡，我忘记。搞培下雕。饺子应该是搞培，我觉得感觉鸡眼。拄好将已经泡软的搞培下雕。好，安尼讲敢好势，请希美老师指导。我为头前一句话会讲吼，所以时不时会有人走来甲店头头家招倒啊。趁迄鸡仔肉甲粗皮，互水浸甲软去的时，甲口涩涩的。好，多谢希美老师哈。所以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甲拄好互水浸软去的鸡仔肉含角质下掉。好，过来是萧凌春老师。拄好互水泡软的鸡仔肉甲角质甲下掉。好，互咱空中好朋友个同学做参考。上来去第2个题目。一哄而散，一哄而散。好，真简单的4字哈，一句成语，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什么意思？化解有糟掉糟料料。画一个的糟了了。好，画一个就糟了了。安尼讲敢好势？请希美老师指导。我来听看卖吼。哇，一声全部糟了了。就简单，你个最清楚哈，个做传神呐，哇一个呢哈。好，安尼咱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先来听陈鸿辉老师。化休了后离开。上来去萧凌春老师。你溜我酸。好，互咱可能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啊哈。搁再上来去第2个题目。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表情，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表情。好，这句华语词台语安怎讲较好势？1分钟的时间，请同学讨论。神圣，行，快快，那个不是不可侵犯。庄严甲袂当糟蹋的表情。庄严甲袂当糟蹋的表情。好，请希美老师。伊这若有知影伊的前后文咧讲啥话，可能较了解伊的状况啊。我先读看卖吼。阿客咧讲迄句话的时，迄面看起来那咧拜天公咧，信的款。我咧翻译的时阵，就是因为即句话其实咱会当去想看卖，伊讲的迄个神圣的不可侵犯，可能咱拢会想讲，一直去想讲迄个不可侵犯安怎翻译，毋过其实重点是迄个神圣。咱想看卖，台语咧讲伊迄个状况，伊的面貌啊表现出来是虾米款、虾米样、虾米模样嘿，大家会当想看卖，爱用台语的词去讲，会更较好。好，感谢希美老师哈。好，上来去听其他2位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鸿辉老师。美术心明袂确定的表情。再来萧凌春老师。神圣甲
袂使侵犯的表情。好，无共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还有同学做参考啊哈。算入去第4个题目。吃醋的情敌在路边用泥巴丢新娘的轿子。吃醋的情敌在路边用泥巴丢新娘的轿子。好，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讨论。但那个是个看是蛋啊 Ken 是吗 ？Ken 老公。啊！伊袂着的人伫路边用锣鼓箱牵新娘的轿。好，用锣鼓箱牵新娘的轿，安尼讲敢好势？请黑米老师指导。好，带亲戚迄天有怨妒伊的人伫路边甲做锣鼓麦啊，等甲新娘轿太过热了。我遮其实较简单，甲伊讲怨妒伊的人。因为其实你若要讲较完整的，其实有做侪事通去讲。问题因为伊其实文章内底，伊即个人嘛无讲其他的代志，所以咱就较简单讲，就是讲过就好啊，就用简单的解释讲就好。好，来听看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辉老师。食醋的情敌伫路边用土角等新娘的轿。再来是徐凌春老师。食醋的情敌伫路边用土煤等新娘轿。好，互咱同学还有空中好朋友做参考哦。算入去上尾一个题目。老台币不值钱，钞票的面额大到令人傻眼。老台币不值钱，钞票的面额大到令人傻眼。好，1分钟的时间，请讨论。台票无值钱，是老吗？拢会算。钞票值值是吗？我会讲值钱，值钱。旧台票要值钱，银票面额大到互人看甲会着惊。好，请黑米老师。好，迄阵还在用旧台票，一张毋值半仙，迄钱额看起来煞大角。因为我感觉即句的重点其实毋是咧讲迄个傻眼安怎讲，因为其实迄形容咱台语有做侪种词，其实即个重点其实较歹翻译的颠倒是，其实头拄拄只同学有讲到迄个要讲老也是旧吼，一般就是讲老的就是人，有生命才会讲老，物件就是讲旧，吼，比如讲诚侪人讲老家，其实旧家较合台语迄个词，其实较歹翻译的是迄个面额。其实咱台语嘛无安尼讲，所以我就是简单讲，迄钱仔看起来，毋是真正的迄个钱仔，就是看起来。好，多谢黑米老师哈。所以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来听陈芳辉老师。旧台票无值钱，纸票的面额大甲互人牛目。再来是徐凌春老师。老台币毋值钱，银票的面额大甲互人戆去。好，顺利去咱将时间交互黑米老师，请黑米老师针对今仔日同学表现，甲咱讲评一下。拄则讲的即几条，其实有诚侪事，咱台语早来是无咧讲的啦。所以咱就可能爱想讲，咱较下台语咧讲的时阵，咱安怎去形容？有的时阵像我家己咧处理翻译的时阵，我就较无爱。就是看中文安怎写，我就直接照念。我等下会去想讲，咱台语有咧讲的，你若较白话、较口语，讲互人听有的是啥物款？因为其实咱，比如讲，可能你看到迄个文字，你照读，你知影迄个意思，因为你会晓中文。问题咱转做广播迄个形式的时阵，直接顾听，其实你可能三无杂。所以我感觉咱咧翻译的时阵，若有拄着即款台语本正可能较无咧讲的事，咱会当换一个方式去想看卖，会当用较浅白话语去讲互人听有无？我感觉这是一个算做一个撇步啦。嘛莫去拄硬要去教迄个咱台语无咧讲的事，要想要家己照翻，因为迄本正就较好处理。所以用较自的方式，我真的感觉是大家当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啦。
好，今仔日非常感谢黑米老师的指导，也给咱3位成功大学的同学来参加咱台语教室的挑战，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演阿克仔林玉世。今仔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加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上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小礼物要小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闹，请就专门去电台详细了解。我4过是不是？阮兜开干嘛店？印象中南王，我南王，南王呢？是无？南王呢？南王呢？我南王的4个500人呢，4个500人。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家属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小林村、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美满》，欢迎准时收听。有啊，恁兜走咖火烧，因哦，因毋是，恁兜火烧偌别人。老头家伫感觉内面真得人望，听讲人后要互枪杀，哈，这个该，哈，听讲哦，白那有人得要互枪杀。我先家己甘伫喙里，才搁喷入去阮阿娘，喷入。